恁着踮伫我，我也踮伫恁。设事机无连伫葡萄树，就袂家己结果子。恁若无踮伫我，也是安尼。我就是葡萄树，恁就是枝。踮伫我，也我踮伫伊下，就结果子侪侪。因为甲我相离，恁就袂做啥物。咱三甲来吟圣诗，圣诗181首，同心学老天父。听起。咱犹原徛伫用主教是咱的基督文三角来祈祷。愿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正，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伫带阮入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们。请咱用使徒信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勒岛林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过活，上天。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咱三个来启用，掀开伫圣诗后壁启用文62篇。启用文第62篇。既然恁甲基督结连，有得到激励。既然恁甲圣神有交谊，恁就有同款的心志，和谐的感情。毋通自私自利，嘛毋通追求虚荣。恁逐个人毋通只有顾家己的代志，恁就有基督耶稣的心志。伊反倒摒空家己处奴仆的身份，
伊自愿谦卑顺服到死。因为安尼，上帝提升伊到上悬的地位。安尼，为着敬重耶稣的名，第声来读：一切的嘴拢宣认耶稣基督是主，来荣耀俾上帝。咱三甲阿头来祈祷。阮伫天里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搁一摆自责，伫遮同心敬拜你，求你清气阮的心，互阮的伫即时即刻，阮会当见到你的面。主伫即2年中间，阮处身伫受到疫情的冲击，也是国际局势中紧张的大源，阮嘛亲目看到残忍的战争伫我面头前发生，总是。伫这2年，全世界的苦难中间，阮经历到你所想事超过的人所求所想的平安。阮伫疫情中间，阮认捌你是大自然的主。伫国际紧张的战争中间，互阮敬畏你，你是历史的主宰。伫阮生活的平安中间，阮感谢你，你是听阮的主。伫这个历史中真特别的时刻，求主赏赐阮你的话，做阮脚前的灯。阮的教会伫这个社区徛起69年，伫阮进入庆祝教会设教70周年的时，阮搁一摆祈祷思考，阮要安怎伫这个教会培养信徒的灵命，要安怎搁一摆重新出发，建造属灵的圣殿，要安怎伫社区中间。高举上帝的名，求圣神的感动，吹辟阮的心，引带阮进前，亲像圣神伫人门教会的历史中间，一摆搁一摆感动引带阮属灵的前辈，伫因的时代一摆一摆嘛完成属伫因的使命。主阮为着乌克兰的战争的受难者，330万离开国家的难民，600万。失去徛起所在的人来祈祷，求主帮助因、怜悯因，互因伫困难中会当得到教育的资源，赏赐因有信心、有愿望、有平安，也有一日会当转去到家己的家园，有和平的生活。我嘛求主特别保守阮台湾的安全，互即块土地2300万的人袂受到侵略者的威胁，保守阮的家园会当平安。今仔日是男神纪念主日，感谢主你差派阮敬听的欧中明牧师来到阮中间，来带阮听上帝的话，求上帝带领台南神学院这所已经100多年的学校，帮助因培养上帝国的工人的事工顶悬，会当一无欠缺，经过因的手所做的工，互福音会当改变这块土地的人的心，互阮。这个土地的人会当领受上帝国的祝福，我嘛为着病痛中的兄弟祈祷，求主的平安医治，甲因三甲伫地，检采袂当来到教会中间，会当通过网络也是灵修，伫主内做伙结连，做伙代祷。阮的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主名，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恳求你听阮求，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听阮恳求的声。后落来请圣歌队，因要吟的诗是《群我12架》。
多谢圣歌队的服侍。咱三个来读圣经，今仔有两位的圣经，第一位是马太福音第10章42节。伊领为着学生的名，甘他用一杯冷水，互这个细囝的一个啉的。我实在甲恁讲，伊决断袂失落伊的想。第二位的圣经是约翰福音15章16节。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搁设立恁，互恁去结果子，搁互恁的果子久长直立，互恁伫我的名，无论对爸求什么，伊就互恁。我用这个命令恁，是要互恁三听。咱以下讲道的时间，咱要请台南新学院的院长吴忠明牧师，伊要讲道的题目是，互台湾的宣教代替盘持续运用，咱将时间交予伊。所敬听的张牧师、张牧师、甲两位牧师娘，以及咱南门教会在座的长执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恩典，通过张牧师甲张牧师的好的安排，互我有机会伫这个所在代表台南新学院来甲咱分享请安甲报告。我今仔日会用这个题目就是希望咱会通继续来关心台南新学院台盘，这一摆都无路用，总是这个意思，就是要互这个台盘会通继续有意义，继续持续运用。所以我就用这个题目来甲咱三甲来分享，三甲来想。首先，我需要来感谢咱南门教会过去对台南新学院的关心、带导甲奉献。我相信南门教会拢会派学校的要紧的老师来伫遮请安，就是南门教会是一个重点的教会，因为对新学院的关心是相当的济。所以无论台神、无论玉神、无论南神，一定拢会派老师来，实在是这个原因。若无法度有组合，嘛拢会邀请较资深即个牧者伫这个所在来请安甲报告。所以我有愿先大声感谢咱代表全体的教职员生，甲咱说多谢过去的关心。当然也阁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南门教会甲我的家族是相当即个姻缘的即个关系。所以伫旧年我一直特别来，总是因为双连教会讲你拄就任，毋望你来，所以我旧年是去双连。我讲今年无论安怎，我一定爱来南门，所以我借这个机会来到南门，有缘甲咱说多谢。所以伫这个所在，我有缘用这个做引言伫遮来感谢，嘛毋望咱用这个过去迄个精神持续过去、现在煞接将来，就拄则赖长老伊所读的这个经节共款。无论啥物人因为文道的名，一杯凉水，互这个智慧士一个啉，我实在甲恁讲，这个人一定会得到赏识。所以持续用这个精神，咱来关心这个神学教育。我今日无要用这个较传统的这个神学的讲道方式，我较要用这个福音的加这个意象加这个生命的来甲咱做伙思考。所以我今日无有要讲真深即个内容，总是要进入这个主题进前，我想对伫即个信仰的历程，伫遮包括去接台南新学院的即个工作，伫遮甲咱做一个简单的即个分享，互咱伫遮彼此来关心。我先对我毕业到教学的即个过程，咱做伙来伫遮了解一下，嘛彼此伫即个信仰中间来做一个结连。我甲宣信牧师同款是1986年毕业的，到今年拄好36年。张牧师伊是台湾新学院毕业，我是台南新学院毕业。毕业的时，我就去到伫花莲伫遐来牧会。
其实我会去花莲牧会，甲我的三伯，就是咱过去的即个上帝已经警调伊倒转去的乌无成牧师，是我的三伯，甲伊有足大的关系。我会用即个图互咱看，就是倒手边这是我拄去牧会的即个牧师馆，真破。我想这若看到无人要去住，嘛无浴室，嘛无便所。即个浴室外口，这是我甲原住民的长老，甲一个卖碗粿的长老，阮三个做伙搭。迄个时阵嘛无南回铁路，所以我去搭好拢用好。我的负责人对台南坐火车，对台北转去到花莲。迄个过程是安尼，因为我是中毕业，我囡仔时代就要读神学院，我都有足有心要做牧师，要去到偏乡传福音。后来上帝有备办，有一个女朋友互我熟识，就是我即摆的牧师娘。伊迄个时阵在做音乐的老师，伊阁有咧教琴。伫38年前，伊是读音乐系毕业，伊一个月会当趁54000块。嘿，迄个时阵我就是准备要甲伊结婚，因为我要毕业。我就有一个心，我嘛莫抽签吼，因为抽签去到天边遐角拢毋知。我若当透过关系留到中毋知要偌好，因为我读中毕业，搁伫遐做个团契会长，内面的校长老师拢对我真疼惜。我足想要去甲苏校长讲，苏校长，你留我蹛遮做院牧、校牧好无？我就免抽签啊，我就甲我的负责人将我带台南，我做传道书可能2万块，结金2万块，迄个时阵平均的社率是安尼，伊5万外块。伫30-40年前，7万外块，阮着蹛遮生活，一世人着足富裕啊咧吼。我着有即个心，我知影我的三伯甲苏校长足好，伊个是中的好友，所以我着半工来到台北，因为我嘛想说要甲伊讲，请伊甲我主持婚礼讲道安尼。我着来到台北来找我的三伯，伊第一句话就甲我问讲：阿明，你读神学院的目的是为了你家己，还是为了上帝国？我真正无死，我一切性命都互上帝啊！你想哪有即个想法？你若安尼，上帝敢会甲你重用？你思考看觅，你若真正要照安尼决定，无要紧，我替你甲苏校长讲。我见笑甲毋知要安怎讲。我想要转去甲我女朋友参详，我看咱放弃一切，你嘛拢莫上班啊！你含我去花莲做伙牧会好毋好？伊无第二句话就讲好哦，放弃一切，将我去花莲，将我去带即个牧师馆。我去的是看一个讲我来遐戆来带甲即个牧师馆，我就是伫遮牧会。我就任迄天传道书嘛，8月第1礼拜，我看大家骹竟然拢是玉山神人的老师，我讲食啦！传道书当毕业，要讲道互神人的老师听，他有遐简单。第2礼拜，杨启秀牧师去礼拜带我讲道，我讲系啦。这歹过日啦吼，因为拄啊遐离玉山神人真近的一个平地教会。后来杨启秀牧师礼拜煞摕2000块，好好带咧，你毋好走，你着蹛遮买土地，搁想法建筑。我哪来呢？毋知要安怎，我反悔拢毋敢甲讲安尼吼。我讲太有即个代志，所以讲你着大咧。我知影遮拢是跳板，你着大咧哦，毋好走哦。无要紧，玉山神人伊遮有图书馆，你着来遮读册。伫遮准备讲片，无要紧，遮有足侪人拢会甲你斗相共吼。你着毋好离开哦。我知影打来拢爱挑战，我着真正听伊的话，嘛家己祈祷。后来3日后，我的太太甲我的丈人丈母就坐火车，迄时阵无南回到台北到花莲。我的丈人丈母看到即个牧师馆，像我拢袂讲话，我这查某囝嫁互你去到遮安尼吼，含便所都无。所以我的丈人丈母去遐是热人嘛，无冷气，是困伫礼拜堂听。困礼拜堂听，就爱困礼拜堂的椅悄悄咧。我的丈母甲我讲，我困伫礼拜堂听在困吼，我就感觉若像我咧做装饰安尼，安尼吼。我拢无想到迄个。后来我真正伫迄个所在伫遐牧会写册义卖。我会记得30几年前，我有来遮讲道。咱教会嘛有足侪奉献，我的亲人嘛做奉献，所以当买地搁去正手边即个牧师馆，这是安尼来吼。所以安尼了后就即个过程的中间，我拄有机会出国进修。拄好转来了后，拄隔壁遐有去即个大学，我就有机会伫遐兼课，就教学的经验。玉山神人院迄个时阵嘛是欠老师，所以我已经伫遐10年，已经拢完成所有的工作。
玉山新人就我邀请你来做阮的老师，好无？迄时阵我的论文博士论文拄特别完成，我就去伫新学院。后来去到新学院教学，无几个月，拄德成教会牧师拄离职。离职的时，遐个长老就开始要去找一个牧师，就甲遮个会友做伙讨论，阮要啥物年龄、啥物款、啥物，就讲一大堆，就去选10几个，就无人推荐遮个名单拢列落来，爱甲我排第一号，我嘛毋知。拄即个咱的振雄老师吼，的妈妈拄来遮，因拄音乐会，伊是国家音乐厅的大旗即个首席，拄伫国外转来，讲阮拄伫聘牧师，咱的进宫长老甲进宗长老拄好前后做媒人，佮拄好咱的青年嘛捌去到伫花莲，我拄伫遐来代答，拄甲因分享。伊讲我甲你介绍，迄个花莲有某一个人，伊讲我都毋捌听伊咧。后来即个美莲长老就将即个消息拢去探听了，阮要聘你来做牧师。后来我袂使呢，我当来，迄个时阵我是讲师，我袂使走呢，我都爱明年，我当来呢，我都爱2年呢。伊讲阮派长老去甲学校讲，所以到尾甲学校讲足久了后，伊讲你若要来，拢毋免来讲道，阮就要甲你监选。我讲透迄落讲要共带，毋捌叫人斗看一下。伊讲无，阮就是安尼。来讲一讲拢袂准啦，安尼，就去甲学校讲，后来学校董事长就甲教会来讨论，好，阮互伊去，恁逐年拢会甲阮奉献较济咧，安尼吼，你着爱互伊转来监课，所以我伫遐21冬久拢有转去监课，本来是10冬就要转去，总是带德成教会我去的是290个，后来一个牧师即马有6位，一个干事即马有8位，290个已经甲规千个。教会讲你毋通走，咱的体制你若走，逐个拢爱死，袂使。阮阁继续来奉献玉山新人院，所以吼，毋望你在遮，阮阁甲玉山新人院拜托。所以我讲袂使，我已经10冬我就要转去。后来玉山新人院，我阁甲伊参详，甲不幸院长，伊我的同学，讲无要紧啦，你着住遐，你就那边，你就回来兼课，安尼也好，但是记得回来。我真正2019年伫德省已经是1年我就搁倒转去，了后幼儿阁无几个月，所以我毋知影怎上帝敢若无啥爱我带玉山新人院的款，我转去了后我有够欢喜，因为我已经牧会30几冬，我通好要甲即个过程，通好写实践的册，通好通好结束我迄个年龄甲咱的体制生涯，总是我转去了后即个。台南新人院的校长、院长拄好要退休，拄好新人院立案，2017年立案。咱知影立案，教育部伊需要一个校长，伊去做校长，伊要爱一个校长有伊的条件的限制，为咱拢知影大学校长拢有一定的规定啦，无人去应征，无人去应征的是校友会的各区咧推荐，我嘛毋知影80%全部拢推荐我，我就讲我都无爱转去。总是真侪人甲我鼓励，包括我的老师，包括总会议长，包括前的院长去花莲，嘛甲玉山新人院参详，所以有经过真侪考虑。伫人性上，我实在是无爱；伫心性上，所以上帝需要，所以我倒转去。伫第3点，较等的第3点，我会甲咱分享的过程。所以安尼，我倒伫年外前，去到伫台南新人院伫遐来服侍。我毋捌有即个规划，嘛毋捌有想过。我即世人嘛毋捌想讲，我会去做迄个工作，因为我较期待就是干那要做牧师，传福音，安尼若定，毋捌想过即个工作，即个职分。所以我伫遮要紧就是要甲咱做伙分享，有30分钟久会分享，当然有5分钟的影片，咱做伙来关心，互台湾的宣教的台盘持续运用。我简单来甲台南新人院历史讲一下，这咱拢清楚。总是我搁来讲过去，咱即马做伙伫现在，咱嘛关心未来1805年，马可医生来到台湾医疗团队，这咱拢知。伊来了后，真侪病人互伊医好，真侪人信主。但是伊是医生，伊是长老会，袂使甲人洗礼，医生袂当，嘛袂当甲人主持圣餐。所以伊就甲英国的社会讲，一定要派牧师来。所以有一个李牧师来到台湾。当然，这过程还佫有足侪历史，嘛有来到半路死去的嘛有吼。仲有李牧师就来到台湾。
爱甲马国医生传福音，足侪人信主呢。啊，了后伊发觉讲，应该咱来培养在地的传教者嘛。哦，咱英国人有限嘛，一定爱培养在地的传教者。所以伫1869年，咱伫台南的博爱路，就即马的北门路，就是即马的博爱派出所，伫火车站边啦，火车站附近遐，设一个传教者的速成班。哦，真紧甲伊训练，啊来着咱传福音。高主明牧师因阿讲，就是拢迄个时阵的时代的人吼。后来马国医生搁伫其后，因为伊对遐上略来设一个传教者的养成班，迄拢是临时的啦吼。伫遐真短无一个据点。后来英国的长老会感觉讲一定要设一间学校，所以搭伫台南新人院，即马迄个所在买土地，大家创办台南大学，英文是叫做 Capital College，Capital 吼。那翻译起来应该是府城大学，但是官方版的拢讲台南大学。这是台湾第一间的大学，就是伫遮吼。嘛是新学校吼。这个白吉咧是第一个这个校长，伊是第一位，伊是第一任的吼。伊拄创校的时有土地总是无教室吼，拢是用这宿舍伫上课，用简单的这个硬体，伊就等于到伫苏格兰伫遐来募款，就有听主的人来奉献。献这个巴克礼馆，即马叫做巴克礼馆，即马已经市定古迹，因为这个教室已经100几栋，即马政府已经补助5500万伫做古迹，新学院家己爱出这个255万，所以即马咧进行这个修订的这个工程，因这是真水的这个校园，嘛通过真侪人的关心，这个校我都支持。而且真纯属培养足侪传教者。总是咱有一项，就是新学院拄打开创的时，咱搁倒转来伫1884年中法战争，法国的军舰伫即个台湾海峡，所以伫迄个时阵无法度停办，无法度通进行，所以停办半学期、一学期啦。伫台湾叫一学期就拢总停止，因为有政治的因素，是开办。后来一直真顺序培养足侪遮的传教者。后来到1940年，这个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伊强调，就是阮日本人做院长，袂当由恁来做院长。这就是要政治要控制。新学院迄个时阵讲安尼袂使，阮一定袂当互这个政治介入至学校，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吼，阮宁可做喙药阮无爱做规地的遐，所以将关起来，关8冬久。战争的中间关8冬久。我的三伯欧无生牧师，我捌甲问，你咧神化人，你来走去读台湾新学院，毋咧牙家走迄项，我捌伊较年岁了，伊少年的时我毋敢安尼甲伊讲算笑，较济岁了我会甲伊讲算笑。伊讲都去用关我要对读，吼我着爱来读台湾新学院安尼伊拢会甲我讲，阿明，你爱认真读册哦，毋要吊车尾哦。我第一名毕业的呢，结果我到尾我哪知影因咧帮干那伊一个。我拢讲你嘛买啊名，我有人甲伊开玩笑，伊讲无咯，阮有几个入去读的呢，选了，剩我一个，无啦，无毋对，我第一名嘛买啊名吼。总是伊即个强调的，就是讲迄个服侍的心啦。所以我会去花莲牧会，伊就是甲我要去的进前，伊讲你毋通安尼做。你若安尼做，真正上帝袂甲你重用；你若放弃一切，上帝甲你重用呢？这就是安尼来。所以这个8年后了，战争后了，这个阮向在牧师，当个对英国倒转来，甲长老教会个对讨论经过几啊冬这个设计这个定新的经历，所以当个复校。学校，这个台南新学院，所以真正这个路程是无简单、无容易。当然后来佫有白色恐怖，佫有我读册时有美地岛事件，足侪政治人员入去到学校呢，老师嘛拢爱走呢，无用掠去关。这段历史我就无去讲。新学院是经过安尼的历史，当行出来，行到今仔日，这是一个全世界承认的学校，即马嘛是教育部承认的学校。所以但真可惜，即马一定得在大学毕业才会当读，所以拢是研究所。所以这个是台湾的这个宣告台办，就是安尼来。当第二个就是
现阶段的需要，我需要伫遮来做一个报告嘛，做一个呼吁甲说明，互咱会通知影要哪关心。21世纪是实践神学的世纪。我读册是1970年代、80年代，迄是系统神学的世纪。实践神学就是一定爱做，毋是干那伫图书馆咧整理物件。所以21世纪实践神学足简单，就是咧讲一项，就是讲你所读的甲真正你所做的，若无法度通结连，安尼读出来的物件，头壳做大粒，无骹阁无手，袂行。我简单讲吼，我记得32年前，我拄第一摆进修对英国转来，拄伫花莲有一个大学，拄伫遐设立。迄个时阵拄真需要老师，拄好尹清风有无？较早海军一个尹清风的命案，迄个小弟尹清兰伊是空军研究所毕业，拄去伫校做课务组的组长，伊是天主教徒，伊一摆来教会，我拄伫英国转来。伊讲牧师，阮校咧欠一个英文老师，你来教英文好无？我讲英文毋是我的专业，我讲这半台湾腔的毋通啦，我会讲辜负啦。我无，你来教英文，我咧欠一个，我咧拜无人，拜托咧，拜托你来啦，无人要来安尼啦，我就去教。迄个时阵学生足乖呢，一班50-60个。若比如讲9点要上课吼，你9点5分入去，学生拢坐好啊。你入去了，等甲你饲你进入一个老师校。我第一摆入去，佫会紧张，因为我30岁尔，实在是足歹势。迄也毋是我的专业安尼啦。伊讲无要紧，你有去国外读册会啦。我就真正哪教哪学安尼啦。迄时阵学生足乖，嘛无电脑，无网络。后来慢慢，我有机会来到高雄，伫高雄医学大学兼课，来佫伫台南附近的私立大学兼课。我发觉讲，哇，新学生咧，毋是新学生，大学生咧差遮济。我较早9点入去，人拢总坐好啊。即马8点10分上课我8点入去，到8点15，8个来尔，那8个。来，慢慢阮他拢无来，讲拢咧困安尼啦。我讲赶紧叫来，无教务处的点名，8点半，等陆续10几个来，来若毋是咧困，搁咧食物件。我看安尼，认真咧听，搁拄仔咧录手机，老师你在讲的拢对来安尼啦所以即马真正是无好教，因为时代咧变迁，无简单。伫即个中间，我伫教会咧牧会时，我教会有军校的老师，军校嘛有警校、警察校的老师。伊讲牧师，新人伊上好教，军校足好教，甲警察校上好教，大学有够歹教安尼啦。我教会嘛做者大学的老师讲，有影就对。其实即个时阵，我会分享这就是讲。即马伫新学院要紧的，就是一定毋是干那头壳好的老师，你有摕博士，毋是安尼那定。新学院老师是无共款，爱佫有灵性。因为你若无有做典范，你要教遮个新学生去牧会，无容易啊。我知影即摆新学院毕业的传道师去到教会人讲阵亡的足济啦，去无几个月，去无1年就空骹翘啊。教会无爱，无就是伊牧甲安尼，毋知咧牧啥货有无？我想咱拢有听到吧。新学教育，也是讲这学生的卫生出问题，所以我即马所爱的就是讲，爱有灵命，爱有悟性，悟性就是智慧，灵命就是你要做工这是这物件，有灵性，拢好的输出。但即马足困难，教育部立案，要聘老师，毋是当事会讲好就好，一定爱有博士，佮有助理教授，教育部的认定的啦。我足困难去邀请这，所以这个是我目前需要，咱爱关心的事即马欠社工的副教授我真爱聘副教授，伊助理教授来爱个副教授，研究所一所爱有3个副教授，伊会当互你照迄个名额去招生，若无爱简招这是一个体制无法度，就是安尼。过来爱愿意委身的新学生，我有讲过啊，即马做牧师比较早阮咧做牧师较好呢，毕业到牧师馆通大，佮有基本社理，佮保证你有头路，有无？阮30几年前社理是足低，大嘛足歹，所以有的人嘛有迄个要来读新学院，感觉即袂歹，所以来读新学院。我即马若咧新生训练，新生入好，我拢会来问你想要读新学院，你拢无社理，你愿意去无？我若甲你派去花莲，甲你派去即足歹的所在，你愿意无？我拢会先甲问照讲照做，照有准绳
我是较有即个新学生，所以较早呢，咱有一个影片，咱看这新学生拢真优秀吼，这是一个。当然，搁一项就是爱用硬体的即个设备嘛，有软体，当然爱用硬体。即摆的新学院啊，足欠缺的就是迄个建筑物拢真旧，迄种宣教师较早去募款来起的，已经拢旧爱修理。搁毋是安尼啦，定吼。除了即个硬体以外，搁有一个，就是建筑物爱更新、爱搁改造以外，教务行政系统资讯化嘛最要紧。我较早伫大学兼课，包括即摆嘛是拢是电脑。比如讲你要选课你要请假你要评鉴，啥物拢对电脑。新学院即摆也毋是安尼呢，用手咧写。所以有当时学生要请假啥物，因为我都爱搁兼要毕业班的导师因为学校甲校友会期待我做这要毕业的导师，大家因教讲你要去牧会会这情形，所以逐礼拜三拢会伫我的宿舍伫遐聚会。因为做导师，因要请假所拢会约我啦，约我老师你给我签一个名的啦。我就想讲，人大学拢用电脑，包括选课、成绩拢用电脑，即摆无。我就去问，这系统要做吼，几千万的呢？我毋知影遐贵啦。吼，即摆做电脑的吼，无怪迄个美国嘅做小好业吼，无怪做即个小好业有够贵啊！后来我就讲，咱毋是大，嘛毋是成大2-3万的学生，咱拢研究所无偌济嘛。咱甲缩较细咧，但是嘛爱几啊百万啦，所以这我需要去走总这个钱吼。我知影要走总这个钱无容易啦，过来有经常费，因为爱发薪水，或者教职员嘛，过来图书馆我还袂去就负责吼，过来这神学研究中心我等下第3点会甲咱分享，所以咱有这个咱手里有这张咱转去当慢慢读吼。我甲写讲对捐款者到募款者的角色的转换，我想要写这张，就是我较早伫牧会，伫德成教会，德成教会规模甲双年教会要差不多，足侪人拢会去遐募款，我较早拢专门伫钱互人的啦，即摆我去新学院，煞得我去人讨钱啦，我现在嘛足无爱做这个代志，因为这是伫人性上我现在足无爱，无来无去去举这个价，伫人性上。我若安尼讲是人情伤济，心情伤少。毋过若派伫书面，心情爱较济，所以我当去写一个真内面的需要迄个感受，我伫遮写一个，咱等下慢慢来看咱若有感动嘛，咱通过这个继续关心甲奉献。所以有这个经费上的这个需要有这个师资的需要，我一直咧努力这个代志，嘛，互咱知影，报告互咱了解。当然，较要紧的就是要安怎招生，要安怎互这学生会当做好的新学生。今仔日的第2个主题经节，赖长老拄则已经读甲真清楚，这是耶稣所讲的。正手边这个相片青布吼，这个青的这个布里啊，这是台南新学院的礼拜堂，伊顶面有写约翰福音15章16节，就是讲，毋是恁敬我，是我敬恁。佮叫恁去结果子，通互恁的果子伫地，无论恁奉我的名求什么，我就要赐互恁。这是我读新学院的时，伊是用文言文几字若定刻伫顶面，我看无用文言文，阮的老师甲阮讲的。后来6年前，我拄有机会伫德省20几天暗捌休困吼，我教会讲你话休困一下，我就去英国剑桥去遐做研究。嘛去遐做学术的交流，我去住伫即个卫斯敏斯特的即个学院，就黄宗辉牧师伫遐毕业。我第一天去，因为天气真凉，伫过偌济，就是迄个过偌济过偌济的即个英文我讲袂出来，怎中文我讲袂出来，就是过偌济的即个意思，就是即个过偌济的迄学期啦，过偌济迄学期吼。去凉凉我就坐伫迄个所在。我看这礼拜堂太面色这对来。我咧想到黄宗辉牧师才毕业，后来伊战后了后，伊去等于做战后伊是算战后第1个院长，是算第3任的。就是伊模仿遐所有礼拜堂拢安尼搬过。我甲顶面甲看，伊有列中文，嘛是刻即个经节。我哪知影即个就是咧讲望咱教会若有优秀的新学生。优秀的学生伊愿意有信仰的来读新学院。
我就是用安尼嘛要做呼吁，所以来遮无钱嘛无人啦。安尼早起第一场，我看遮青年足早就来后，伫遮有乐团张牧师讲叫我传祈祷，伊讲胡牧师要来牧前也要牧人，讲你敢知牧人是创啥物？就是讲优秀的嘛来读新人是上帝经历，是安尼，所以我嘛伫遮用这个来做这个呼吁吼。第三点，我更较要紧的嘛是一个见证，嘛甲咱做伙分享思考，就是我来讲这个接院长的这个历程。我拄则有讲过，我实在是一世人毋捌想过这个，嘛无这个计划，拢无。我敢若望讲伫庄脚牧会后来尾啊几年，通好写这物件，通好退休。因为我已经60几岁啊，有年岁啊吼，嘛做阿公啊，我已经做阿公啊，我比我大兄较早结婚，嘛我的囡仔较大嘛，较早结婚，嘛较早生孙啊，我已经做阿公啊。因实在是无愿意我去接济，包括我的牧师娘甲我2个查某囝，伊讲爸爸你已经30几档啊，我主持几啊百场的众生呢，足少牧师主持遮济，半暝啊叫人叫起去殡仪馆去病院，这是真无用吼，这是使命，这爱去做，袂使去讲这个无好，这是足好的代志吼。这个拄好我去玉山新人院准备要退休，要通好休困，拄台南新人院长拄好要退休，伊拄好要退休。当然，新人院需要有一个责任，包括教育部这要求，拢总有下来做院长。当然过去拄则已经甲历史小可讲过，我现在无迄个意愿。后来有总会议长甲我的老师，甲前的院长去到花莲，嘛跟我参详。佮第二摆甲玉山新人院讲，恁着爱放人，恁20几年前放人去得胜，恁嘛着爱放人安尼吼。迄个院长是我的同学，伊嘛甲我鼓励啦。我现在嘛无迄个意愿。因为教育部即个要伊的要求嘛时限嘛拢有时限，甲即个院长一定要退休啊。所以资济的过去的彭校长、前的彭校长是咱教会长老，彭国雄校长彭国雄长老，伊知影这个代志，伊即摆伫花莲东方教会做长老，已经退休的长老，伊合我真好。因为30几年前，伊是较早咱卫生署长李明亮署长的好朋友。李明亮署长人甲邀请倒来主持做校长的时，嘛对哥伦比亚大学甲邀请倒来，伊是医团学的专家，邀请伊倒来做总务长，伫东方教会礼拜做长老，我伫丰田，我著甲伊真好的朋友。伊听到人讲要叫我做院长，伊足赞成啦，伊知影讲我无要去，所以伊已经请我食3摆饭。甲我鼓励，我拢讲我无意愿。伊讲我搁甲你邀请一摆，你招你牧师娘来，我绝对要甲你讲，你着爱去忙作用啦。后来我去的是，伊讲一个见证互我听啦。伊甲我讲吼，我对美国转来，我嘛无想到我会做校长。我基督徒，我搁长老，他会当去做佛教资济大学校长，即着亲像中原大学、真理大学去叫法师去做校长共款，着亲像你新人院去叫法师来做院长，拢共款。咱佛教有遐尼大的心胸，有无？是哪我会去接？我本来嘛无即个计划，就是人甲推荐，你共款人甲你推荐。后来正言法师甲伊召见，正言法师话讲，听讲你有提示吼，我请你来甲我斗3工安尼啦。伊讲我是长老会长老呢，我是教会的人呢，你这是佛教的大学呢？伊讲我毋惊你是基督徒，我惊你无信仰。人甲你推荐，代表你有信仰，所以忙你会当来甲我帮忙，安尼好无？安尼。后来伊答应做4档校长，伊就退休啊。退休了后，咱拄马街医学院拄要创立，一定要一个筹备的主任嘛。咱长老会请伊去做筹备主任，伊去做过大学校长，伊当然有资格去做筹备主任。所以马街医学院才会成立，因为有这个经验，佮有足侪资源，佮有较早的卫生署长是伊足好的朋友。所以讲，安尼你敢要去做用哪？你若无爱去，无要紧。你若去台南新人院，你若需要我甲你做啥物，你甲我讲。你若无钱，面皮较厚咧，我带你来找主席嘛，无要紧。但这无信用的话，所以我将爱邀请去做顾问啦，迄是安尼来啦吼。我去新人院就安尼顺序去伫遐接任，嘛，逐个人拢足意外，因为我毋是成绩上好，嘛毋是上好读册，我嘛袂晓去治理遐。只有是牧会经验啦，定。后来校友会就是讲，阮就是因为你有牧会经验，
所以我特别邀请你来。你是战场有战场的经验，所以我就8月当去接任，这是真意外吼，真意外。我第2摆离开玉山新人院，所以真侪原住民的牧师拢讲，你又离开了，什么时候又回来？安尼啦。我若无转去，我死了骨灰也我一束在遮吼，我会甲因开玩笑啦吼。后来我就去到是新人院吼，我即个先甲咱分享。去到新人院了，我有主张即个工作，因为我伫德兴教会牧会时，高一校长王校长拄啊德兴的会友，佮高师大的张校长嘛德兴会友，但因即马2个拢退休，所以我遐有足侪大学的校长甲大学的教授，我拄啊有机会，伊讲牧师你捌你国外进修，你著来教册啊。我讲医学我完全毋捌，我毋茫去5人子弟。我也毋是读医学的了，我较会当去遐讲课，讲你著来就对。你是我牧师无我要叫佛光山的来教，安尼啦。伊讲你来教生命伦理啦，安尼这你会当无？安尼啦。伊讲我讲生命伦理是啥物 ？bioethics， 伊就甲我讲，佮请一个研发处的处长、干处长来甲我讲，牧师你来爱过来做人体实验委员会 IRB， 咱教会做者医生嘛，咱就知 IRB 吼，做过医疗的咱就知。较等下我会简单说明。我拄伫迄个所在，拄有机会伫教学，佮参加遮委员会生物资料库 Biobank， 就是开倒了去做者简体，咱的简体爱送去病理科教授，伊也教授医生要做研究要升等，爱对遐去申请，一定要通过这个委员会审查。当然，佮做者听书，佮来咱即马有做者器官移植、换肝、换肾、换皮肤，足者换眼角膜、换啥足者物件吼。拢爱经过医学伦理委员会开会决定。我本来拢总毋捌，伊讲牧师足济拢就是毋捌，当捌的。你来我会叫人甲你辅导，互你知影。即马我才做20几档我就清楚啊。IRB， 咱即马 COVID-19 无迄疫苗有无？在开发有无？一定爱人体爱实验嘛。第一阶段叫几十个做初用的，我有一个学生，伊讲我甘愿来趁钱来做试验的。第2阶段爱300-400个吼，共年龄的吼，无共款的男的女的吼。第3阶段一定爱几千个吼，但是咱都在急第3阶段还未做的，就甲开发啦，所以互人政治化有无？这我有参与到啦，我有参与到，所以我若清楚医学就是安尼我即马就较知影要安怎做吼。我嘛足感谢教会有做者会友，互我有这个机会。我去到医学院了，我当知影讲病院讲有4级啦。有诊所，我若头壳痛，我若发炎，我就来找医生诊所开药互你食，抗生素甲你注注。若袂好，就爱去地区病院，有无？地区病院设备较好嘛，较侪医生。若阁袂好，可能爱开药病院。若拢总阁无法度，医学中心，医学院就医学中心，新老病院就是开药病院，有无？地区病院就是即个综合病院，阮即个市啦、乡镇的，有无？即马我有即个概念了，我若知影咱新人院毕业的毕业生去到教会拄着问题，事工要怎推动？即个计划事工要怎计划？拄着困难社会局长甲你处理，但是你若有问题，倒来找新人院老师，新人院老师竟然安怎回答？咱敢知影？足歹势，我无服务会经验，我毋知影要怎甲你处理呢？但神学理念我甲你讲，我就是。伫战场第一线的战场做牧师30几档，搁做传道书的即个辅导，因拄着问题，就是来找教会牧师那定。但是足侪神学的解说，有当时教会牧师搁欠缺，去新人院找新人院老师，伊搁较无牧会经验，因为安尼讲，这样袂当怪因呢。你要叫伊去读神学博士，要国外舞几十档的，第一个博士转来，你要搁叫伊牧会，真恶啦。所以这是有时代的这个问题，所以我若想到这个无要紧，无要紧。新人院我就有设这个实践神学研究中心，已经成立无？已经成立。我嘛有去募款，有会友奉献一笔大笔钱，我就开始，我会请这个牧会的牧师，甲这个所有这个工作人员，这个最有经验的，你拄着困难的，倒转来。因为安怎讲，这个新学院。毋是干那训练中心，嘛得爱真做提供福音战场策略，甲协助传教者面对甲因应挑战的所在。
因为究竟新学院毋是干那学者的培养所，爱阁诚做全人委身牧者的养成所。所以即马实践中心已经开始有足侪遮的拄着困难的、拄着问题、拄着福音的战场拄着困难的，我有邀请伫战场人拢伊做会好，你共款甲伊共款的英文叫做你共款甲伊的situation，就是讲你的处境甲伊拢共款，人做会好，你做袂好，无要紧，咱邀请遮个人来甲你对话，来甲你提供要安怎做。我做邀请遮个新人院老师来甲你提供神学的即个概念。简单讲，我伫医学院遐久，医学教授一定拢有临床经验，除非你是干那要研究基础医学、病理科，毋免，剩的你拢爱有临床经验。所以我即马足强调，新人院老师拢爱有临床经验，总是要去找一个有临床经验的副教授、正教授。我伫咱长老会找无半个，真正，因为真困难所以咱为了即个祈祷这已经成立，这已经成立，拄几礼拜前啦，定吼，互咱知影。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讲，毋是干那培养学者，嘛都爱诚做一个牧者，因为新人院就是要做牧者嘛，吼。训练中心到战场过来，毋是干那学术，都爱实践。因为你若头壳足大，袂晓做工无效呢，无效，无效，过来毋愿嘛爱到甘愿。话传道书出去了，我成日太遮少，我的假日太遮少，就开始毋愿，即马开始爱培养甘愿，合作到合一，因为新人院一定爱有合作，团队服侍。咱的长老会的设计法规体制，较属伫一个牧师单打独斗。过去就是拢安尼，咱长老会设计是安尼。若要大型的教会，就爱团队服侍，即较少。我拄伫德省有21年久，我一个牧师到6个，我嘛拢毋知影要安怎做咧，拢慢慢一步一步去学，去外教派安尼甲人处境好诶，我捡起来学。我即马就有经验，我就会当甲人分享，这就是安尼吼。所以伫结论进前有一个影片我拄则第一场迄个影片效果无讲足好啦，效果无讲足好毋知是我摕来品质无好，还是电脑。咱看一下然后咱就做结论，安尼好无？安尼咱是毋是永远看一下这鸡卵树100几吨有可能巴克利牧师徛伫遮时，这丛树就有安尼100多吨咱那行巴克利牧师较早就带一间，这就较早风台啦损害去所以无法度拆掉。这间是足大间，安尼是足大间，嘿，来，入用长老行好较早的院长吴宗辉牧师，佮较早伫遮教册信仰前辈去全世界募款，才有起遮个厝。这嘛是较早是宣教师去募款，才来买一块地，所以这是足伟大，互咱笑脸，实在无简单，新人院佮咧栽培遮个少年人，以后人要做牧师啦，真好的新人院的教育。欢迎咱来多谢咱伫这个所在做义工，做足久几十吨咱拢知影人老年岁了后伊会要享受，会要过伊安静的生活，无一定伊会愿意行出来。总是这个93岁的这个乳香长老伊嘛用伊的心来奉献，来做义工，来寄刊物，来伫遮包遮的要寄出去的这个物件。希望咱讲，咱会通收到这个刊物的是会通孝念这个义工，人90几岁佮愿意伫遮做上帝的工，一世人安尼欢欢喜喜喜乐的心，这是通欢喜的代志，通感谢的代志。快点，上课了！来了。你教会时的报告写的怎么样啊？写的差不多了，我超喜欢这堂课。我都还没写。你们要上什么？好，快
快点快点，我们剩3分钟了。哎，林青姐，哦，我来。哇，真的好久不见哦。哦，好，谢谢。最近都在做什么啊？在忙着上课啊。伫宿舍内底无代无志就搭2句啊，会知要早倒啊，佮会提醒要迟倒啊，爱较紧呢。所以像阮有一寡同学啊，伫伊的身躯面顶有一寡较不足的所在，毋过大家嘛是足热心的，互相来甲伊帮衬安尼。我感觉伫咱遮的学习是足直接的，若嘛是会真正来直接来影响阮的生命的。我感觉这是一个最重要的牧者的一个特色。伫神学教育受装备了后，会当去到伫社会，也是讲伫教会，会当精进好的精进，会当落实，甚至会当人讲学的甲用的拢会当连结，这是真要紧的一项事。我期待讲，我未来会当成做一个甲会友、成做朋友的一个牧者，嘛会当成做一个带来有活泼、有活力的信仰的人。希望就是将以前过去所学的一个农业背景的知识，结合到现在所学的社工，将来在牧会的时候可以帮助部落的发展。感谢大家为我带到教会帮衬。互我伫台南城医通来学习，通来生活，这是靠着一个人无法度完成的。咱奉献地啊，拢伫即个所在啊，即有一寡即个名词，我就无搁伫遮来讲遮个细节。我最后用即个结论来甲咱做彼此的勉励，嘛搁做呼吁，咱往所在标来跑走。台南新人医是咱台湾培养牧者甲宣教人才出发点。通讲是台湾宣教的胎盘，这胎盘我有加即个引号起来，有特别的意义，伊有历史甲时代的意义伫地。搁新人医会通譬如做教会的心脏。就爱勇壮，才会当输出动力，塑造人才，建立教会，传承信仰，得到人亲像掠鱼。愿今所讲真做这，愿上帝会当来感纳，嘛愿咱的心会当得到感动，请咱同心祈祷。主感谢你，互阮做伙敬拜，做伙伫遮来了解新人院的需要，甲新人院将来所要跑走的目标，愿上帝通过你的话语，成做阮的帮衬，嘛晓悟阮、感动阮的心。互阮今仔日伫遮所讲的话，真正会当荣耀上帝你的名，特别伫培养这个上帝你将来的罗卜神学教育的顶面，将所讲伫遮所想、伫遮所分享、所传献做者，愿主你欢喜感纳甲圣化。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多谢中明牧师的讲道吼，咱会当用实际的行动来关心台南新学院。咱做下吟圣诗441首，上帝圣神因带保护。
请坐，请咱准备咱今仔日的奉献，请任权执事甲会务执事。奉献感谢，请起立。我的听叹求主在，天地也归去世间，那我的一切家己，永永传传归乎你。阿门。请坐。报告，教会消息第一项，今仔日大家参加礼拜，今仔日是台南新学院的纪念主日，咱欢迎嘛感谢吴中明牧师代表新学院来教会请安吼，咱感谢吼。希望大家会当继续关心台南新学院的事工。礼拜后咱嘛请大家会当留落来交易请安。第二项。今仔日是3月份定期的中集会，请中集伫礼拜后6楼伫留意参加3个中集会。第三个少年团契，今仔日第2场礼拜后有3月的例会，咱请叶宏一医师来演讲吼，这个新冠肺炎病毒最喜欢的族群高血压，请咱少年团契的兄弟会当留落来参加，是中昼12点半伫地下室。第4项，咱有教会有一个倒球比赛吼，伫后礼拜日3月27下晡1点半，欢迎会友，也是咱个人，也是团契，咱会当个人来参加，也是团契组队来参加。请咱会当陈宝师执事来报名。第5圣礼典，后一摆圣礼典，咱是伫4月初10的中秋主日，请若是有意愿要洗礼跟信礼，也是信仰个别，也是专职的兄弟，会当甲办公室联络吼，来参加学道班，分享你的信仰。第5，咱第2季的行事历吼，4月到6月行事历即马在安排，请咱团契事工小组团契的同工会当将恁所安排的活动，会当伫3月29进前交办公室。咱总务组有报告，咱3楼到5楼有一个。有加装即个扶梯的扶手吼，请咱兄弟会当来使用吼，注意安全。内岛的事项吼，请咱为着乌克兰的战争中间侪受难者，甲失去因家园的难民来祈祷。过来咱嘛为着咱台南今仔日来请安台南新学院的老师甲学生来祈祷，为着咱身体欠安，特别是袂当来到教会中间，甲咱做礼拜的会友来祈祷。报告到这，咱3届金上映398首，上映煞请牧师来祝祷。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特别上帝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正兄弟姊妹三个弟弟，也甲南门教会事工牧师正中级三个弟弟，以及三间的神学院的神学教育三个弟弟，对这条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遐济袂倒。搁一届代表南门教会来甲欧牧师甲伊道谢。可能咱大家看伊的名，拢会想到因乌家的总字辈，搁加一个啦吼。乌中面牧师是咱乌中一长老的小弟吼。剩的呐，拢是堂弟，我看你较细哦吼，拢是个堂弟。真感谢伊代表新学院即马做要紧的工课伫即个台南新学院。阮有足侪共款的所在。阮两个伊读南神，我读北神，共一年毕业。牧会21年，伊倒转去台南新学院。我伫美国迄间教会21年，共款2020年的8月，倒转来咱南门教会，拢接受新的条件吼。我转来了有一个感受，就是南门教会真支持神学教育。总会较可惜，南门教会已经几啊年无人去读神学院啊吼，所以今仔日伊毋是无款尔，是咧无人啦吼。特别咱这少年的一辈上帝国需要真侪这优秀的人继续伫福音的第一线来征战。所以真希望咱青少年团契是咱中级，咱尽量鼓励咱的子弟来读神学院奉献嘛是真重要，总是有人继续做这个要紧的工，也真重要。敢若个另外一项代志补充的，就是咱真欢喜教育组长有去拍 tennis， 虽然真热，真欢喜，大家做伫迄个所在，听好运动。咱后礼拜要拍足球，咱阁有冷气通吹吼，袂真热，伫楼骹会通安尼真趣味。所以拜托你遮甲保赛执事报名。有报名就会甲你准备便当啦吼，若无报名，你就食家己点半才来报道就好吼。咱做伙拍乒乓，伫遐来运动佚佗吼。所以希望咱大家来甲保赛结束报名，咱会替你准备这中餐吼。多谢，谢谢。